每一天，牧师陪你读圣经。今日是9月17，咱要做伙来读诗篇第6篇。上主啊，毋通受气责备我，毋通发大生气责罚我。上主啊，求你可怜我，因为我衰懒。上主啊，求你医治我，因为我的骨头硬准，我的心非常惊吓。上主啊，你伫时才要救我。上主啊，求你活倒转来救我的性命。求你因为你的慈爱拯救我，因为死人袂纪念你。伫阴府，啥人会感谢你？我因为海产野生，我逐暝流目屎因我的面床，湿淡我的床铺。我因为忧闷，目睭拍歹，因为对得济，目睭花。恁做歹的人拢着离开我，因为上主有听见我啼哭的声，上主有听我的恳求，上主要接纳我的祈祷。我的对敌拢会见笑大惊吓，因为忽然见笑来撤退。感谢主，伊要对咱刷开伊的伤开，伊要纪念咱的衰懒，伊要医治咱骨头的硬准，伊要拯救咱的性命。当对敌讥笑咱的时，咱的主要成做咱的倚靠。愿咱的祈祷甲恳求受上帝的接纳，互咱的对敌败退，互咱的主来得胜有存。愿主时刻甲你相同行，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